一直都會同唔同嘅歌手做 producer，甚至乎可能演唱會做呢個舞台嘅監製係嘛？係啊！哇！你有冇覺得呢個係一個突如其來嘅幸福，定係即係叫做心想事成咧？我覺得係心想事成咯，真係嘅。同埋佢真係一個好突然發生嘅事情，因為我哋都識咗好耐啦，咁我以前喺馬來西亞嘅時候，其實一直都好想做呢件事，就不停咁做，但係感覺上好似點解每次做嚟做去都係，咦，得個吉，即係做嚟做去都係咁樣嘅。但係過後慢慢就嘗試下去學習更多嘢啦，就過咗去台北度都住咗10幾年，咁慢慢一直直至到而家喺香港，終於可以將我以前學嘅嘢攞出嚟用喎。同埋我想覺得馬來西亞嘅中文市場好細啦嘛，咁樣其實真係你啲咁有才華嘅人呢，即係可能去更大嘅舞台會更加之即係適合咯。不過講真喎，我覺得而家馬來西亞嘅即係而家馬來西亞嘅歌手啦，同埋音樂人呢係越嚟越犀利，越嚟越勁。所以我覺得係其實即係個成個氣息係同以前唔一樣咯。係啦，大家都可以有發光發亮嘅機會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嚟。係啊。